先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金华城的弊案。台北地检署今仔日是针对着郭文摕甲彭真生提出着延长收押的申请，而且甲郭文摕的大新的校房柯志如发布着通缉，因为柯志如真有可能有来经手着郭文摕甲民众党的政治现金，所以互列为政治现金案的被告。啊，民众党是来警提讲，找袂到证据，是毋是搁要押人出口经咯？ 通缉案2个月时间就要到啊！前台北市长郭文摕在押期间，拢总互提讯7届，其中阁8拒绝应讯。检方全力侦办金华城案，今仔日赶伫咧羁押期满前10天，正式申请延长羁押郭文摕。主要的关键拢是因为伊。 随身的校房橘子柯志如已经互列作被告，目前留伫咧日本。北检考虑到阁有具属甲相关的证人，也被传唤到案，决定要申请延长羁押。只有除夕夜晚上吃过1次饭而已，没有再联络，因为平常就很少联络。因为发布通缉是检调单位他们的权利，那我们只能完全接受。不管是老爸也是阿姑，橘子的出来人拢讲无联络。不过北市议员洪建业也了讲，有朋友伫咧台办看到伊，检方嘛开始动作。今仔日北检就宣布透过朋友策动回国说明案情，不过拢无回应。认为柯志如有多蒙也是终身的事实，正式发布通缉，嘛函请废止护照甲注销。另外，包括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羁押期间9届互提讯，到北检开庭是互提讯上侪届的被告，同款互检方申请延长羁押。检方认为彭真生甲共犯之间的警事拢无共款，还有证人也被传唤到庭。非常的震惊了，我非常的震惊了，压了2个月，找不到证据，现在要继续押人取供啊！我想要再次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。 当初面对扁案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有证据就起诉吗？不要押人取供吗？民众党搁在批评北检是押人出境，不过检方已经下通缉，若是柯志如果无转来台湾，签证期限满就要离开，若无就会造成违法。继续申请延长羁押郭文摕，要用时间来换侦办空间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